咱就搞的呢，人咧就个导演一个人，女主角一个，男主角一个，谁？编剧，我们也是编剧啊，我们是演员、编剧兼导演，好掉个两公斤，对，你看我们全方位的，是不是？那请问，当我们导了我们这一生的时候，请问你要演悲剧还是喜剧？完美的大结局，对不对？确定哦？你们现在都讲了哦，上面都听到了，你们希望把你们人生的结局是完美的哦，是不是？但是。很多人都把他这一场戏演得2266呢，演到最后都说我在演什么？有很多，所以人生的这一场戏你怎么演，在于谁？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哦。所以人可以很伟大，也可以怎样？刚才阿朱姐讲的遗臭万年。所以我们在想，你要演什么？你要演好人，还是要演坏人？你要演忠诚，还是要演奸臣？你要演善人，还是要演恶人？各位亲贤，你要演孝子，还是一天到晚去行都没有你爸爸妈妈的逆子？你要演孝顺的媳妇，还是呢？一天到晚呢，摸你的大家官去行大家官的逆行？你要当哪一个？这都是你在演啊，对不对？所以我都觉得，你们知道吗？电视的演员没有比我们厉害。他那个是照那个人家写的，我们都率性呢，我们都不用编剧，我们就能够知道，等一下我要马上演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子？等一下阿凡姐跟我讲话，我马上演出来，我都不用经过修饰的呢，多自然啊！连吵架都自然，对不对？是不是？连睡觉都自然呢，还不要在那边，对不对？是不是？连哭都不要点眼药水呢？你想？我们是多么的怎样率性？所以说，结局在于我们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安排。所以各位姐姐，现在要好好安排我们的未来。不管我们今天几岁，不管我们今天几岁，来得及吗？来得及，不怕晚，只怕怎么样向后退。所以说，我们在讲死亡，大家都不怕哦。死亡不怕哦，你们要知道，生跟死其实是一线之隔，生跟死是一线之隔。如果我们今天还怕死亡，你不会觉得我怕死，怕死就会死吗？不会哦，你要把生跟死画为一条线。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人有一天都会走到。好，那死亡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哦，不是恐怖哦。为什么它不是恐怖？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了解生命的可贵。哇，我有这一口气真好。有没有人觉得不？我一点都不觉得生命的可贵。那这时候，请你明天有空的时候，到那些医院、那些安宁病房去看一下。那些等待死亡的人，他一定觉得他的人生不一样。他多么希望他能够怎样，还能够怎样多活几年。如果还有明天，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死亡让我们了解生命真的很可贵，因为我们真的太幸福了，所以我们要把握啊。那么死亡能够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短暂，生老病死，咻一下子真的，不要以为我现在不，那个离我很远，不是哦。因为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短暂，所以我要珍惜一切的缘分，珍惜一切的缘分哦。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共同的学习，是我们累世修来的缘分。人家说要坐同一条船要修几年？阿朱姐要修几年？100年哦。10年，擦身而过修10年哦。坐同一条船要修100年哦，修100年，然后修1000年就当夫妻，对不对？不用哦。我礼拜4就会跟你我们前世应该是夫妻了，没有我不喜欢，好害怕，是不是？好，所以说你们去想我们今天这么的深厚的缘分，都是从累世修来的呢。那我们今天这个缘又更伟大，什么缘？
怎么都没有人来帮我擦黑幕？好，谢谢。佛缘呢？我们因为佛缘而更怎样？更接近。各位姐妹，你们相不相信？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的爸爸妈妈把我养了大之后，我结婚之后，我离开了父母亲之后那么呢，我来到了道场。你们知道吗？我跟我们的道场的这些姐妹在一起的时间，胜过于我们父母亲，胜过于我的姐妹。你们相不相信？相信呢，真的呢。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因为佛缘，我们的时间在一起更久。那我的父母亲，他们因为离我很远，他们在北部嘛，他们在台北啊。我的弟弟也在台北，我的妹妹也在台北啊。我要回去看他们，不能常常啊。不要说车票很贵啊，我也没有美国时间呢。或许也总觉得时间都是不够用所以或许都希望说，哇，怎么不能够跟父母亲常常在一起，跟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缘分呢，怎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你要去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的佛缘。所以我跟兄弟姐妹，我们在座在修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间，胜过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你看，那个缘更深厚。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但是我们是同一个什么妈母娘生的，懂吗？因缘际会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共修共办，所以我们更珍惜这份缘，因为我们一起手牵手，以后要回到老母的家乡里面回家所以说我们在想，今天死亡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所以说我们都知道，今天吃饭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所以今天死亡提醒每一个人，世界上没有永远，没有永远多多的后啊没有永远。不要说哇，这根片它是我的，没有永远。这是我的，我买的金项链，那也不是我的。凡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不能够是永远是你的，对，假的。何况是这个身体，修修的被结安放在武圣宫，那也不是你的，对不对？任人宰割都不是你的了，你只有你的，就是刚才天命智慧心那一点真性情，那一点命脉是你的，水也淹不死，火也烧不掉，那个是你的，那个才是你真正要回去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事情是你该去执着的。所以说我们说葬礼是为活人而举行。各位姐姐，你们看看这张图，这句话很有深远的意义。葬礼是为活人而举行，大家认不认同？认同。那躺在棺材里面的那个人他是已经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创造，没有办法什么事都做。可是呢，活的人他能够因为这个葬礼应该有所什么想法跟警惕所以葬礼是为活人而举行那昨天呢，刚好有一个葬礼嘛，那是一个老和尚，但是人家说棺材一定是装老人吗？不一定不一定那不管我们去参加几次的葬礼像我们常常会去参加很多，因为佛堂都会帮忙做很多这样的一个志工服务的事情。那我们去想一想，当我们去参加一次的葬礼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请问你们去参加葬礼的心得是什么？就可怜的呢，哎呀，咋的问题就可惜的呢，那唔过加我几天目屎流流的，屁股拍拍，时间到啊，领转来，没有任何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样子？通常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所警悟，相信站在的这一些人，有一天他都会在那口棺材里面，是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好悲伤，你只能够提醒自己，赶快，不要等到那一口是我的时候，都快不了了。
是不是？所以说今天要想这个照片，跟大家讲，我们都替死者感到悲伤的时候，却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没有去仔细细腻去算看看，到现在我的人生怎么在过啊？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掉眼泪？我有没有好好的，没有遗憾？所以大学也告诉我们，不由本末，事有终时，知所先后，折尽道宜。对，